观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收看1月13早起新闻，我是麦湘莹。今仔日是总统大选的投票日，中选会讲，即摆的这个选举人数有超过1954万人，其中这第一摆来登票的就有102万人。而且要提醒大家哦，在登票的时阵，就爱查身份证、影仔，也有通知单，3项拢袂当减。伫咧登票的时阵，就爱用这个专门登票的工具，才会当算讲是有效的选票。刚出前完无记投票机电脑登录票数，总统甲立委选举13开始。中选会伫投票进程12开记者会，讲到一摆选举人数超过1954万人，其中102万人是第一摆投票，回国投票有4120人，全台有17759个投开票所，比2021年的原市长选举加146个。动员选务工作人员超过24万人。中华电信也表示，电脑算票系统有专业做安检测，做好万全的准备。我们已经布建了高可靠度的网络，并且设置了严密的治安防御和监控的机制。中选会要6大提醒，爱查身份证、影仔投票通知单，并伫投票所30公尺内底插挠感召款项。投票时阵爱用宽选工具，伫宽选拿内底宽选，掠选票会当罚5万，提出选票提出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并科1,500以下罚金。投票日会免伫通讯软体内面册者社群软体做选，违规当罚100万，并连续开罚。还有人关心民众若挂候选人徽章，头毛剔出候选人面型，是不是看作是助选呢？口法上面这个显现出这个候选人的图样，一般客观会认定是一种助选的行为。议长强调，开票算票过程公开透明，也开放民众监票，不过要遵守相关规范。中选会也成立应变中心，处理选务常常发生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真侪民众昨暗下班了后，就赶紧要转去转票，包括这个高铁甲台铁拢出现真大棚的人，预计这个运量会超过顶一摆2020年的总统大选。昨对这个上海、北京飞转来桃园的班机，也拢差不多拢客满，预计是有将近20万的台来商会来转来投票。就是明天，回家投票，大选前一天，青年团体募资发起的回乡列车为台北车头出发，伫台北读册食头路少年人拖行李箱上车，准备转去。青年协这摆伫全台发出50条客运路线，2帮处离岛准帮，提供20到35岁1200个青年回乡到新城的机票。我今年20岁，那我要回到花莲，因为20岁的关系，其实我是手头族。大家自强号是440，那来回的话就会是880。票价除了贵以外，它其实也非常的难以取得。到12月尾啊，台铁甲高铁伫选举收票期间，推估已经卖出差不多80万张票，超过2010年总统大选甲2021年9合1选举，客运部分路线订票率有90%以上，金门小三通也出现回乡人潮。真的是特别回来，真的，因为这票很重要啊。没错，很重要，非常重要，加油！选前最后一天，为中国厦门、上海、甲北京飞转来桃园机场的航班，员工是拢客满，有差不多有将近20万大商回乡投票。有大商表示，比前2摆大选，这摆回乡人潮确实真多，船班、航班拢真多，不管是坐直航班机、为港澳转机，也是坐小三通，人拢真多。基本上都回来，事先把所有工作就先排开。其实今天比较人是真的比较多，几乎全满。宪法候选人投票权利，不过也是有人伫投票即天无法度决定家己的选择。台北县传出差不多有568岁想要回乡投票的遗户，因为找无台班人，无法度投票，移方回应，这拢有安排。选前无方便加讲，劳动部表示，雇主并封盖有投票意愿的员工投票，劳资双方爱互相协调。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
联合报 XBB 疫苗1月初9才开始注射呢，不过家长的医师所传出供货无够稳定的问题。卫福部承认讲，去年底到货的46万剂的疫苗，其中有33万伫咧运送的时阵温度异常，所以统计有16.5万剂是需要换货，新货上紧就要1月19才会当使用。自由时报。美国甲英国伫1月12对也门反叛军青年运动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区域冲突是愈来愈大，即马国际的油价也大起4%。青年运动是呛声讲，爱英国甲美国对因付出代价。中国时报，英国有一个研究团队伫宇宙当中发现一个真大的圆环，这个环的直径有13亿公里，已经超过天文学会会当计算出来的数字。这学界是表示讲，即马宇宙论的原则有可能会互人推翻。而这个大选日，美国是一直咧强调讲反对外部势力来干涉咱台湾的选举。国务卿布林肯是要去拜访中国的中联部长刘建超，警告中国卖甲台湾的选举当作是迫害稳定的借口。About upcoming elections in Taiwan, we've been very clear about our opposition to outside interference or malign influence in Taiwan's elections. 国务卿布林肯是甲南韩新任外交部长赵对咧通电话，表示美韩同盟的重要性，搁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美国之音报道，布林肯会伫美西时间10日，也就是台湾大选进前，甲亚太驻庆康达共同会见伫美国访问的中国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各界中国唔通将台湾选举当作迫害稳定的借口。刘建超是伫进前到美国外交智库演讲的时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地形，是袂当超过红线。习近平想要进一步去推动美国，那么来处理这个台湾议题，我派刘建超到美国去跟这个布林肯见面，那么正式表达北京的一个立场。学者张树焕指出，美中继续透过官员见面，明确表达彼此的立场，努力维持开放的沟通管道。另外，北京驻青官员证实，总统拜登会伫台湾大选了后，派回官方代表团来台湾访问。根据《金融时报》报道，新环岛前副国务卿史坦伯格、甲国家安全顾问海德里率团。丁树焕认为，这是美国照往例做法，也是为管控选后的美中台三方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去年9月，伫高雄一栋大楼，因为楼顶的住户上过差，所以这大楼骹的厝边就举起牙刀啊，去甲楼顶的翁仔某刣好死。检方是认为讲，这个嫌犯呢，伊伫被害人的2个囡仔面头前刣死因的父母。那这个手段是真残忍，而且伊阁无悔改的意思，所以最后是以杀人罪来甲起诉，希望法院会当甲判死刑。警方押送画面还阁伫咧，伫白色安全帽的姓外嫌犯，去年9月15日，疑似因为噪音纠纷，竟然提刀啊到楼顶杀害厝边翁某。警方直接宣布专案终结，依照杀人罪起诉嫌犯，各向法院求处死刑。利用该处大门未关之际进入客厅，在2名质子面前先持刀砍刺被害妻子，随后无姓被告再进入主卧室。持刀砍刺未着衣物之被害丈夫，认被告涉犯刑法第271条第1项之杀人罪嫌，建检法院量处被告死刑，并褫夺公权终身。检方考虑，嫌犯故意杀害被害者，受公民甲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锁定，情节上重大之罪，犯后过度造别证，定性各行使干部权态度无好，行为互2个囡仔身心受创，毫无悔意，认定嫌犯恶性重大，无教化可能甲必要性。如果他没有反省，没有去判处死刑或者是严刑去处置的话，我觉得也有蛮大的机会会再犯。凶犯后厝边将惊吓，也为家属带来真大伤痛。当地民众也专讲被害者家属的看法。明明可以沟通的事情，为什么要用这么凶狠的手段来处理？后面的判决结果，他们也没有抱太大的那个期待，只是说希望他得到应有的那个惩罚。被害先生爸母是感谢外界关心，表示目前希望后囡仔生活赶紧恢复正常。检方起诉代表台湾正义司法，互嫌犯为错误付出代价，也祈求照有公权力展现，无过有下一个受害者。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的是英国的首相苏纳克1月12去拜访乌克兰，伊嘛宣布今年4月开始，就会提供乌克兰一个代表993亿的军援，这嘛是俄乌战争以来英国宣布的上大笔的军援预算。英国首相苏纳克坐火车去乌克兰首都基辅，离前一摆自2022年11月起，乌克兰已经有15个月。伊这一摆去访问，都是美国援助停止的时阵，带来50亿英镑，差不多代表993亿的军援大礼。The aid that we've got in place already runs through to the early part of this year, so we're acting in advance of that expiring with a new commitment of £2.5 billion, more than we've provided in previous years. That represents the seriousness of the situation here and our determination to stand with Ukraine. 英国扩大援乌规模，军援金额比前一年超过2亿英镑。除了伫危急的时阵提供协助，佮希望大家能响应，紧紧两国签署安全合作协议。英国会伫乌克兰佮一摆互俄罗斯攻击的时阵，马上甲乌克兰展开咨询，佮提供紧而且继续的防卫支援。Сьогодні день, коли історія Європи змінилась. Україна та Сполучене Королівство уклали нову і безпрецедентну безпекову угоду. Це не просто декларація. Це реальність, яка настане завдяки нашій співпраці та, зокрема, безпековим гарантіям від визначної глобальної сили Великої Британії. 首相府表示，伫25亿英镑军援当中，至少2亿英镑会用伫快速大量采买加生产军用无人机。这无人机用尖端科技，而且经过实战验证，若计划顺利，会是6年来上大规模外国无人机援助乌克兰的案例。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欧洲东边的斯洛伐克总理费科，伊是提出刑事改革的法案，除了袂阁再来保护警方的宝贝仔，也要降低这个对经济犯罪的刑责。另外，伊嘛打算要来废除这个调查政府官员犯罪的特征组。这项改革是引发社会正大的议论，都有2万人伫首都发起抗议的行动。抗议者一直嘘声，佮发口号，对政府暗算解散反弹特征组表达不满。欧洲内陆国家斯洛伐克的总理费科提出刑事改革计划，想要废除负责处理乌西组织犯罪甲极端主义在重大犯罪 USP 特别检察官办公室。这个决定引起民众生气，伫国内将近21城镇串联示威，今天有差不多2万人组织伫首都布拉迪斯拉华市中心的广场举国旗抗议。Veľmi nespokojná, ako sa vyvíja situácia po septembrových voľbách a Fico a jeho svorka nám chce uniesť štát. A všetky inštitúcie demokratické ovládli nekorektnými, neodbornými ľuďmi. 另外，改革的内容嘛会减轻对乌西经济犯罪的处罚，嘛袂阁保护警方的选民。所以在野党进步斯洛伐克党领导人西梅茨卡认为，这等于是特赦乌西的人贼仔甲变性仔，会互民众的生活变甲真悲惨。Ale prerátali ste sa. Urobíte tú istú chybu ako všetci neúspešní diktátori. Podceňujete túžbu ľudí po slobode a po spravodlivosti. 这项改革嘛引发总统卡普托瓦甲反对派议员的批评，但连欧盟官员嘛谴责这项改革计划。暂时斯洛伐克已经有35000人用网络签署一份线上请愿书，要求停止提案。虽然这个法案的提议要经过国会甲总统的批准才会立法，但国费科领导的3党联合政府，如果会伫国会用施出较侪优势，推翻总统的护国权，所以这个改革法案过关的几率是真悬。公司新闻台是董朋友。再来关心这南美洲的国家阿根廷，物件是一直拢在起价。2023年这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200%，物件一直在起，也毋过薪水煞拢完全无动静，所以民众的生活是真艰难。即摆若要较拍手咧，可能都免想啊。
理财1块2块拢爱算甲够，因为物价真正起伤济。军中政府11公布数据，当地2023年的年度通货膨胀率起到211.4%，起上济是食品甲非酒精饮料，年增加计销超过251%。物价拼命起，薪资无成长，百姓只好欠长内度过生活，唔敢有其他的开销。Se ha perdido la noción del precio. Entonces, ¿qué pasa? Vos le decís 1000 y le decís 3000 y es lo mismo. 食饭无简单，厝嘛真歹找。住伫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一个民众就讲，即摆厝的租金起几多倍。73.000 pesos es lo que me cuesta alquilar este departamento al día de hoy. Y lo que estaba buscando para algo más o menos similar, más o menos por esta zona que es donde yo siempre viví, entre 350.000 y 400.000 pesos. Estamos hablando de ¿cuánto? Más del 200%, casi 300%. 想要找会当负担的厝，都爱去更较远的所在开更较侪时间通勤，啊，毋过佫会产生燃料甲交通费。军中经济变歹已经有一段时间啦。总统米雷伊旧年底胜选上台了后，虽推出经济休克疗法，甲军中的批数报50%以上，佫大幅度削减燃料甲交通的补贴，取消商品计销的管制。啊，毋过伫看到政策有效进前，军中人也是爱继续忍受钱无去的痛苦。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全球气候变迁，这印度甲泰国的甘蔗产量嘛对咧减少。去年11月，这个糖的计数就已经出现12冬来上悬的记录。即马虽然讲这个糖的计数有小可稳定，也毋过业者甲民众也是嫌伤贵。旧历过年就要到啊，糖仔饼是过年一定爱食四修啊，民众大包小包咧款。毋过今年过年，若是买糖仔饼，恐惊爱开搁较侪钱。民众怨叹，啥物物件拢起，连糖仔饼伊为1斤65块，买到即马拢要100外块，实在无法度接受。对65一直买，经过5、6冬了，正起甲比100，伊是逐年慢慢，拢一直起啊。5块至20块安尼啊。1斤哦，1斤就等于600公克。其实国际统计为去年开始起，因为印度、泰国是生产甘蔗经济国家，加上气候变迁，致使产量减少。业者表示，去年底糖价起上济，25斤的白糖起到900块，虽然即马计销差不多降到800块，共款足贵的。包厢25公斤的特沙二砂，大概一包将近快900块，哎呀。然后到现在已经降到大概800块左右。全年的雨量无减，暗哥吼，因迄个暴雨跟干旱的时期吼增多，啊，这对甘蔗的迄个其中的影响是真大。台糖表示，国际统计去年11月是上高点，计销起到1公吨745美金，起了35.9%，是12冬以来上悬。即马计销虽然有较降落来一丝啊，不过连带糖制品有影响。今年过年若是买4修啊，民众的钱袋啊可能爱搁较深的才食会到。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过年时啊，有真侪人是会摕即个乌鱼子来当做伴手去送人，也毋过伫咧高雄的家庭啊，都有人趁即个头家无注意去偷摕乌鱼子，警方调监视器找人，落尾是掠到一个姓黄的嫌犯，超出12尾乌鱼子，价值180块。嫌犯骑脚踏车来到店家附近，行往画面正边，无偌久，佫捧一包物件转来，伊摕的就是人讲乌金的乌鱼子。高雄家丁有一个店家拍的乌鱼子，1月定定红偷。警方巡线追查，发现嫌犯是一个70岁黄姓阿伯。黄姓窃嫌已多次行窃，此次在欲着手行窃之际，为被害人发现并报案请求本所协助，经本所警力赶赴现场。当场逮捕黄姓窃嫌，并查获乌鱼子等相关证物。警方超出12片，价值总共1万八的乌鱼子，但店家统计共偷去至少25片，怀疑嫌犯将部分卖掉，还是借去。警方以切刀罪将嫌犯移送。嫌犯看到乌金的价值去偷，但今年冬天因为较温暖，乌鱼大丰收，野生的乌鱼子颠倒价数有淡薄落来。超过了咱这个冬季以后吼。所以伫这个季节，较来采收到乌鱼子，
会变升高，即个咱的供需上哦，有淡薄仔会小可会小可影响到。所以今年的野生的海蛎的乌鱼子吼，有小可价钱上有小可淡薄仔较落。有业者表示，查某囡仔手办大细的野生乌鱼子，目前价销大约2300，比去年俗大约100块。养殖的乌鱼子受饲料等成本起价影响，价销维持平稳，甚至有淡薄仔起来。离过年阁有将近1个月，业者评估要等大选了后，乌鱼子的买气才会渐渐起来。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家己报道。在旧历过年之前，各地头的清洁队拢会互民众来申请清运大型的家具，其中这碰层要处理是上界麻烦的。中华溪州的焚化炉的周大生，伫去年就先引入会当甲这个碰层加好脆的机械，一工就会当处理200顶。固定式起动机的掠斗直接甲歪地的碰层掠起来，等入去正大的破碎机内面。不过10分钟，大型碰层的铁镜仔含布料就变作脆片，会当烧的就入去焚化炉，若袂当烧的就放伫另外一边，安尼就分类完成啊。就是把弹簧里面的布跟铁件的部分去把它破碎掉，那再透过了一个磁选机。透过磁选机将布跟铁件去做分类，最后把布的部分就是可以燃烧的部分，那再把它投进去焚化炉的储坑里面去做燃烧。旧历的过年就要到啊！中华各乡镇公所开放民众登记清运大型的家具，其中歪地的碰层处理是上高工，清洁队若是用人工来拆，一工敢会当处理50顶尔。关府溪州本所主管回收焚化厂去年第一摆引进伊朗式正大的破碎机，一工就会当处理200顶。公所在拆解，它一天大概只能拆解大概50床的床垫左右。那如果透过我们这个破碎机破碎的话，它一天就可以到达大概200床左右，所以大概整个速度大概是传统的大概5倍。我们今年目前已经进了大概600床，那现在目前600床都已经处理完毕。环保局讲，目前有彰化市、花坛、河美、秀水、北斗5个乡镇市的清洁队申请协助破碎处理。按算到旧历过年之前，阁有400顶歪地的碰层会运过来。头起来敢若山的铁仔会送去主管回收场来卖钱。按算1000顶面层的铁仔会当替县府赚16万。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大选投票日，今仔日这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12到23度，中部地区10度到24度，南部地区12到26度，东部地区是14到22度。外岛地区是10度到22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